冷气呢，到家出代志，这个冷气业者讲，这个桶型冷气伫咧倒的时落出去，真正是捌听过，推测有可能是这个架啊。安尼时呢，按了唔对，才会产生意外。而且进行高空作业的时，地面上应该为这个风水线提醒过路人，还佫派人伫下骹底顾。即马因为冷气业者骹手无啥够，即嘛是问题之一。分离式冷气甲桶型冷气要安怎倒的方式嘛无共款，若对着生骹无熟悉、无了解，加上一个人伫作业，真够发生意外。当冷气螺丝锁好按，顺头到好准，基本上都稳当当。只是装饰怪冷气风险较悬，是要安怎装才会安全呢？机器定位以后，这螺丝就要锁紧，每个4个角都要固定好，有固定到就好了。桶仔型的冷气分做2种，直立式和一般的桶仔型。直立式冷气一般是装伫咧桶仔门顶悬，只要装了有条，就较袂落落。老师傅嘛讲，可能是装唔对去，因为使用的这款的螺丝防清做是壁好，这个角只要锁了有条，至少会当承受100公斤重。机器上去之后，人要扶着，然后把上面的拉杆拉下来，固定住它上面的固定孔。它们是算直立式的，它是吃这个铝门窗的力量，它并没有办法去打壁虎，所以它都吃这框框的力量。这样子是不容易把它锁紧的，是不是？锁得紧啊，但是你要把它顶紧，还有上下高低，让它是做可调式的。对，在调整的过程可能就是没有调整好，所以往后倒。伫咧高楼站装冷气风险特别悬，真侪人拢无爱装，甚至佫会看楼站来加收高空的风险费用。正常来讲，袂当敢若有一个师傅，楼骹应该爱有人顺头看尾，安尼才会当确保安全的问题。很危险安装的话，可能也是要去做围栏跟护栏，不然没办法施工。你用服务也没有人要来，要派人员下去做管制清空，不然就摆三角锥，请他们避开这个地方。要做师傅进前，就爱先为师爷来学起。业者讲，即摆因为欠工严重，若是无经过充实的训练，就上工，风险就会来提悬。尤其无共款的冷气安装的方式又搁无共，若是无老经验的师傅带咧做，就会较危险。做人又搁是装冷气的旺季，安怎来避免类似悲剧搁再发生？恐惊法律参业者拢需要重新来审视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